以下情況塔羅占卜會唔準？大部分跟我學塔羅占卜嘅同學，只要跟我教嘅方法同步驟去做，唔需要天賦或者用好多能量，都可以做到好準嘅占卜。但係咁耐以嚟，都曾經遇到同學話開頭占卜好準，但唔知點解有一啲時間或者情況下會唔準。今次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注意避免就會好好多啦。第一，情緒低落或者攰嘅時候，你嘅能量值會特別低。塔羅占卜要準確，比平時用嘅能量會比較多，所以最好自行避免呢啲時候做占卜。如果因為咁而發現唔準嘅話，可能休息返幾日再占卜會比較好。第二，身體唔舒服。如果感覺到身體唔舒服，或者女仔每個月定期親戚探訪嘅日子等，你嘅能量狀態都會比較低。呢個時候當然都係休息最好啦。等身體康復之後再做占卜，準確度自然會好好多。第三，避免能量吸血鬼。有啲人對能量比較敏感，同時亦好容易受其他人影響喎。當你同某啲人占卜嘅時候，你可能聽佢講嘢已經會覺得頭痛啦，或者係特別攰，代表對方勁多負能量。你聽佢講嘢時，佢好多負面情緒或者說話，好似倒垃圾咁樣向你傾倒。喺呢個時候夾硬占卜嘅話呢，可能你會因為吸晒佢嘅負能量，導致占卜唔準。喺呢個時候最好嘅方法就係話俾佢聽，你當下身體或者精神狀況唔太好，提議下次再約。之後盡量避免幫呢啲人免費占卜。如果問卜者真係有需要，可以建議佢揾其他專業占卜師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大家仲有乜嘢問題歡迎留言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。下集見。